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提名黄永春为考试院长，周凤贤是副院长，阁有9位的考试委员。这项人事案早起伫立法院投票，为着要让投票会当顺利来进行，民进党团安排因的立委排班透明各议场。这个国民党团无投票，敢若到会场抗议表达不满。另外，时代力量批评这个被提名人傲娇，所以投反对票。也毋过，民进党的立委较侪，最后这个人事案全部过关。立法院举行考试院的人事同意权投票，国民党的立委来到会场，不爱投票，画口号、举标语。长期以来，他们主张要废除考试院跟监察院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是全部提满。为着让投票会当较顺利来进行，民进党团安排立委排班，透明各议场。立法院的外面茅菜路渣，而且冇安排警力预防闹场。民众党的立委无出现，时代力量嘛因为向提名的人关门关调查，但是无回应，所以要决定投反对票。就人事同意权的部分会去行使，不过我们会投下反对票。在我们的宪法规定，确实它就是存在的，所以我们当然尊重了哈。总统蔡英文提名黄永春做考试院长，周凤贤是副院长，阁有9位委员。立委王美惠第一摆伫会场投票，伊讲菜点转唔对。雄雄感觉行一条是讲是要转带一个，该错就打屁股了。好，你家在最后无意外，考试院的人事案全部过关。17号阁有监察院的人事案，朝野党团投票进程会阁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？咱继续看落去。